成就啊，就呢开始要收回来教了，知道了，了解说那个全部啊都是构成而已，你到最高程度啊就是呢无法，没有法，那个才是最高程度。那最高的这个程度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就已经很明白的把它呢都指示出来，都讲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呢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来行持啊，就已经到达彼岸了。所以华呢等无华，那非华，非华就是没有华，那没有华这个呢也不对，华我们也要去掉，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听呢就了解说，华非华是不是两边？两边呢都去除掉，没有两边，那个是无上的妙法，就是中道，中道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单体，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就已经呢告诉我们了，我们所要追求的就在我们自己本身，那个内心深处啊，那一个真心，常住真心，那个就对。那悟明真法，方成大道，能够领悟啊，了解真法，就是啊，我们常住真心，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我们。